你試過未？食下冰淇淋，個腦突然好似被冰錐吉到咁，劇痛到想即刻停晒所有嘢。呢種突如其來又短暫嘅痛楚，我哋都叫佢做冰淇淋頭痛。但究竟呢個痛楚背後，你個腦入面究竟發生緊啲乜嘢呢？其實冰淇淋頭痛嘅學名係蝶顎神經節疼痛。當你快速食入凍嘢，好似冰淇淋咁，你口腔上顎嘅血管會因為溫度驟降而急速收縮，之後為咗暖翻個位，血管又會好快咁舒張翻。呢個迅速嘅收縮同舒張過程，就係引發疼痛嘅關鍵。呢種血管嘅劇烈變化，會刺激到附近嘅三叉神經，將痛嘅信號傳到大腦，於是乎你就感覺到頭痛。雖然痛楚強烈，但通常好快就會過，因為個血管溫度一回復正常就冇事。下次食凍嘢，記得食慢啲，或者等佢喺口入面暖一暖先吞，咁就冇咁容易腦痛啦。